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实行3班互病比，6月有发5.447亿的奖金，也毋过咧，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就讲，发到当3个月，问题是一大堆，上百间的病院无去回应这卫福部调查奖励金安怎发，甚至一寡病院甲这条钱摕来修理天棚，啊个买便当、买饮料，无全款全用，已经违规了。卫福部表示，已经有在调查，病院也讲愿意拨回去互护理人员。大病院护理人员真无闲，为了改善护理人力问题，卫福部今年3月开始实施3班护理甲病人比例，并且发奖金予达成目标的病院。不过，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反映，部分病院出现不当使用奖金的状况。天花板漏水的修缮，拿去购买护理师的制服，拿来做会议便当。我们很好奇，医院这样子使用纳税人的钱，这个3班护病比奖励，真的会有助于护理师的回流或者是留任吗？工会一直在强调的3班护病比必须要入法，强制实施。根据3班护病比例达标病院奖励计划规定，奖励金应该全款全用，依照各病院做差异性留任做法，并且伫未来主动公开奖励金分配方式。有部分基层护理师批评，病院方面奖金发放不清楚。我们的目前有公告出来的资讯啊，他们其实是有包含了基层主管，就是一般护理长的奖励金的一起的那个发放钱。那这个钱到底是从那个2300多万块是怎么样的去计算，怎么分出来的？那到目前为止，至今都还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。另外，根据工会调查，114年达标奖励金发放到即阵3个月，有超过上百间的病院无写卫福部调查的奖励金发放方式。警告病院是起来收这天棚买便当饮料，对此卫福部是开始介入调查。是目前还在调查的话，至少有2家。每个个案，我们的优先就是会先等于是辅导跟督导医院。卫福部解释，这要病院奖励金也未写，也是写得无清楚，会要求这病院尽紧来说明。另外，对着奖励金错误使用，上严重会使收回奖励金。强调已经甲2间误用奖金的病院沟通，院方也讲会甲这个奖励金保护护理人员。另外，继续来调查，确保奖励金正确用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